警方对昨开始直接发生事故的路口掠过较严，执行头一天伫新北市无让过路人，也有人行道违规停车、道路障碍等违规，就掠超过4800件，也来台北市也超过700件。另外，伫新北市呢，有警察驶着巡逻车无免让过路人，随防分局回应讲会照规定甲因处罚。救护车沿路一直往伊是弄红灯过去，市顶迄边一台奥多摆骑车紧过来，砰一声随弄倒。车祸是发生伫台北市的大东区，民间的救护车载一个患者，23早起6点外弄到奥多摆，跳奥多摆肇事的骨折送病院。消防车、救护车、警备车执行紧急任务时，得不受标志标线及号志指示之限制。提醒用路人驾驶汽机车行经有号志之路口，即便是绿灯，仍应提高警觉。过车路的状况真济，爱随时提高警觉，遵守交通规则。但是嘛有警察是带头来违规。新北市瑞丰一个派出所的警察，23早起10点外，驶巡逻车执行勤务，但是过车路拢无得让的，加斑马线的过路人搁回头看伊。违反道路交通处罚条例，自单举发，并予以行政惩处。我方叫做行人地狱，警方是伫咧路口大执法，敢若5月3礼拜的处地，汤和双北拢超过1万件，是前3名。但是伫咧严格执法了后，交通的乱象敢有改善？的确，机车有比较放慢速度，遇到行人比较会慢下速度，没有特别感觉。一波处地还未了，警政署阁下令，2日开始伫咧开发生车祸的路口做第2波更较详细的执法。上路第1天，伫咧路口无停落来让过路人的，桃园和新北拢超过200件，台北嘛有150外件。但是，处地上济都是人行道的违停，想要甲歹名声洗互掉，一个地方政府马上都要退出顶下卡和人行道。机车停车的空间跟行人行走的动线能够完全的分离了，人行道骑楼的部分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整顿，这个是行人地域的改善的一环。像这种具体计划，台北、台中、高雄6都内面有3都小连续拢实施，这摆真侪机关局处做伙做，规关的措施就看敢有效，替国内交通的乱象找解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